10個港青9個有手機，冠絕亞洲。有啲咩？遊戲機、電腦、電話、iTouch， 係咁多。或者幾耐換一部電話？幾耐？好耐冇換啦，一年幾。好耐。呢一個90後絕對係典型啦。有機構喺亞洲訪問咗12000個8至到24歲嘅青少年，其中香港87%嘅受訪者都有手機，係全亞洲最高㗎。當中12至14歲超過90%嘅人更加擁有人生第一部手機。可能因為中學咧，可能佢搭車翻學又遠啲，咁屋企人都希望有個手提電話可以即係追蹤到佢哋啦，個仔放學去咗邊呢？香港青少年每日煲57分鐘電話粥，喺亞洲就輸咗俾泰國，排第2。香港青年平均每人有4.1件嘅數碼產品，亦都係冠絕亞洲㗎。佢哋一心多用，同時間聽歌、打機、send email、睇網上報紙，計埋埋，平均每日累積超過20個鐘頭，都係用喺多媒體工具上面。